在院会里面做报告哈，就是说还是维持一样哈，大型的活动哈，强烈建议停办或延迟了哈。然后第二个哈，我们希望能够哈，对一些这样进来看到有一些非常拥挤的区域哈，我们希望能够开始做人流管制。哦，事实上我今天看到新开的店面哈，它那个生意这么好，它不会一下子就关了哈，它长期都会贩售。哦，所以大家慢慢来，慢慢买哈，不要挤在一时哈。增加人流这么多，事实上，我想不单是我们看的会担心哈，那我想对于现在在隔离的医护或在隔离病房里面在服务的医护里面，那看起来会觉得真的会有点心酸了哈，因为那不是说只卖一天嘛，哈，它还一直卖下去啊。哦，这个大家就稍微想，就是说你就晚2个礼拜去买，那轻轻松松买，那不是很好？哦，那不要挤在一起。好，那比较容易判断，就一去看到有排队，那就改天再去嘛，哈。然后在里面，我们当然也建议大家戴口罩、勤洗手，这些最基本的，虽然是基本的事情确实做，那确实会有效果的了哈。那也希望在目前来讲，有关相关的公职啦等等的这样子，有时候被逼得不得已也要去过年前要跑摊哈。那我们建议就是说，跟去年一样呼吁不跑摊不失礼了。因为这增加人潮的这样的一个聚集，我们总是能够避免就避免。那有一些亲族家里要聚会，那当然我们就那当然是他们的聚会，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公共人物的这样的跑摊，有时候也是不得已的嘛那就不要太不得已了那尽量可以避免就避免。那在里面我们还希望这个到室内的时候确实要把实名制做好。那现在的风险到底在什么时候现在我们还是最初的这一期大概在出入出现境外移入导致零星社区感染的病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建议取消或延后非必要非特定的对象活动形式有密切接触的集会活动。那还没有大家有讲说要封城怎么样等等的相关的作为，那目前都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情形只不过是这次的零星社区感染的病例那属于是比较多，我们在社区里面现在有3位那院内的感染有7位所以这样的数目是比较多，所以我们比较建议就是说比较采严格的标准来看待我们的集会的活动。452R 的话，这已经是在那个世界性流行一段时间了可能不是只有美国是这个病毒株那它是主要说跟以前的不同是跟很早期的在武汉地区那时候当初流行的这个病毒株是比较有不一样，但是它其实现在在世界上已经算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病毒株了，不是只有美国而已了。那当然回答就是说，对于这相关的变异的病毒株呢，当然是需要提高警觉了新的病毒株呢，当然就有可能新的一个传播的速度跟它的范围跟它相关，那当然需要密切注意。病毒株的部分，我们有说过，就是源头的812跟一开始的838那其实我们后来又多验了839、852、856所以这个群聚其实已经总共连源头验了5位那这5位里面，除了856的病毒量比较低，没有办法完整定序以外，其实另外4位的序列都是相同的所以大家不要暂时不用怀疑说这个群聚有另外的病毒株入侵而且也没有在当中是传染当中又发生新的突变。那856虽然病毒量较低，无法完整定序，可是它的这个少数的这个病毒序列我们可以验得到，里面其实突变点跟前面的这些其他个案也都是相同的所以目前这个群聚还是同一个病毒株在这个传染，那都有这个刚刚讲的D614G
跟 L452R 这2个突变同时都带有。那特别因为这个病毒本来就是 RNA 病毒，就是一个容易突变的病毒，所以经常发生突变也不是那么意外哈。不过就是说有没有意义的突变，这个是最重要。如果有重要到就是影响到传播力或者是致病力的话，那才可以够格称得上是一个变异株或者大家俗称的这种变种病毒。那目前这个 L452R 这个是有可能是一个可以成为变异株的候选人，但是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让它可以真的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变异株。